那边驻扎，然后所以说我们安坡村呢是从大社村那边分支过来。那这个其中有这样的一个故事，我们这个地方叫传统谷仓房，来跟我念一遍，传统谷仓房。小朋友有没有印象？谷仓是放什么东西的？哎，不错哦，小朋友都知道哦。以前呢，我们原住民呢，像兰屿他们那边的那个什么地势比较，你们有没有看过兰屿他们房子比较低，对不对？可是他们都是拿来做什么，你知道吗？他们为什么做的这么低？因为他们要勘察一下敌情哦，看敌人在哪里。所以说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这边的传统谷仓房呢就是这样子，专门放你们刚才所讲的米啦、植物啦，就是以前的农作物，要记得哦，以前的农作物。好，以前呢，我要告诉你们，以前呐、为什么我们会因为盖这样的3栋的谷仓房，就是因为有历史渊源的。为什么？也是造就我们整个部落迁移下来到连德勒板这个地方，它的原因。